迄天吼，迄天伊要送到转去，就是画面顶悬啦。啊，这个画面甲伊放较大咧。哦，就是正中这个长头鬃的，就是老金阿嘛。啊，伊边啊，吼，咱遮看倒手边，这是因翁穿乌衫的。啊，这因翁这个新闻嘛，足趣味啊，就是咱知影。头起先就是伊的因翁到底是姓啥？有3个版本的，就是这真是足趣味啊！所以讲，反正时间我无去找到迄个资料，啊，毋过就是有诶是因翁家己讲，伊姓宜啦吼，啊嘛有人讲伊姓吴啦。拢是家己讲啊，啊，阁有讲姓黄啦，就是新闻报道讲姓黄，所以到底伊是姓宜、姓吴还是姓黄？这有3种版本啊。这咱敢袂感觉讲这足含的，就是讲到底伊是啥物人？还是讲事实上，若想甲较阴谋的，啊，敢会是伊3摆拢找无共的人？来讲话，就是伊就挂乌金目镜，啊，伊就喙暗挂咧，无啊滴咧，啊头鬃加共款型的就好，啊，迄个啥，就是找3个生做汉草差不多的，啊，分3摆出来讲，啊，伊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就是这内底到底有啥物？有啥物美角？嘿啊，吼，这是新闻，这拢是报道内底有写到的。啊，若准是记者写毋对，啊，咱嘛爱去怀疑啊，就讲啊，这个记者的专业到底是伫倒位？连这个伊姓啥拢无确定的时阵，就会当写入去新闻内底啊，这是足弱啦。吼，所以是若毋是咱的记者足弱，啊，就是迄个因翁身份有奇怪啊。嘿啊，啊，这大部分的人无去看到遐有啊，就买手，毋过买手是有人整理出来，所以大家才开始知影，对呢，啊，伊到底是这是啥物状况？真啊假啊？所以因翁到底是敢是共一个人？啊，若毋是共一个人的时阵，伊是安怎敢安尼舞？嘿啊，这欺骗社会啊，对无？吼，啊，过来。好，啊，即张啦，啊，即中这就毋免讲啊，这什物地春期嘛吼，地春期，嘿，这名，啊，过来，即几个啦，咱会当看者，就是这金头章的，这就是前2天吼，前2天有75位学者出来主张讲要，主张迄个要求。偌清着政府就是袂使搁安尼压迫人民的言论自由，吼啊，这基本上就是就是因主张讲因是所谓的左派学者啦，啊，毋过咱知影讲左派到甲你要甲中国统一的人伫台湾，遮个人真正是真有问题啦，嘿啊，你敢会我讲迄个美国的左派，因敢会左派感觉讲伊要甲英国统一，还是讲要甲其他国家统一？颠倒是即马川普要讲啊，我要甲迄个加拿大，就是你要甲阮变做共一国无？有无？啊，伊讲伊要甲迄个 Greenland 甲买落来，就颠倒是川普即款较所谓的，这嘛毋是真传统的右派啦，啊，毋过就是所谓较保守的，这种政治的概念内底较保守的即边的人在话讲，我要甲迄个加拿大 Greenland 变做个是美国，就是颠倒是这样，啊，毋过伊袂去主张讲左派民主党的人袂去主张讲我要甲英国统一，我要去甲迄个加拿大统一，袂啊。啊，毋过是安怎伫台湾遮会主张讲家己是左派的人，要去甲中国统一？
尾首项发现讲，就是遮个人甲中国共产党、中国政府，因遐个关系拢真歹啦，马吉啦。是安怎会安尼？事实上，因到底敢你袂使讲因是有互人买收，若无伊可能起配面要甲你告。毋过伊是安怎会安尼？因到底拢是头壳去想啥？当然这咱无得一定爱全部去了解，毋过就是即马中国政府对咱台湾做遮个代志，甲咱恐吓，甲咱压迫，你阁要主张讲要甲中国签啥物和平协议啦，是讲卖反抗啦，这真正是有较奇怪啦即几个就是咱这个相片内底，其实因嘛无咧藏啦，所以咱嘛毋免替因讲啥物甲迄个面砍起来，就是因嘛无需要的，甚至因拢就嫌讲我要出来主张好啊，你要出来主张，咱就来讨论嘛，看讲遮个人拢是啥物人，因背景拢是啥物款，大家这网络顶管查资料拢查有啦，我想。大家当去查看卖，拢是啥物款人咧做遮个代志，咧支持即种奇怪的所谓的左派和平，nonsense。好啊，拄则这因翁的代志，大概啊先讲到遮啦，因为因翁这到底是啥物人，咱嘛毋知影有名啦，毋过就是伊敢真正是真的，咱嘛毋知所以去找这资料，可能爱迄个国安局的人去处理啦，咱嘛无法度去处理。上济是有人私底下可能去看到伊的正面，知影是啥物人，伊拢甲啥物人咧交往，安尼较有可能知影较济。好。好啊，就是3月25啦，3月25迄天伊就是买手，伊就坐飞行机转去福州应该毋是上海，敢若是去到福州机场。就飞行机就互人接走啊，伊身躯边啊，佫围袂少人这真趣味啊！买手就是发现讲，就是因中国人中国的可能有一寡人伫海外是安怎，就是因就讲照即个办势，看伊为中国遐机场出来的时阵，边仔人为迄几个人，而且是伊拢无法度受采访，就直接出去，就直接离开啊！大家拢毋知影讲伊去倒位啊！照即个办势，即个人的身份无简单，对这咱伊离开台湾了，这都毋是咱的地带啊！伊买手是安怎，这嘛咱嘛无法度控制啊！毋过就是小可知影一下，讲啥物是言论自由，就是你讲你要批评偌清着，你要骂甲偌歹听，上济就是讲甲你告啊！你讲的无影，黑白讲一寡有诶无诶，就是你讲你安尼袂使，就是上济是安尼嘛。毋过偌清着政府嘛无甲伊告，就是讲你会使骂啊，毋过你讲甲伤含的时阵，就是你讲要中国要来用军事、用武力的方式占领台湾，这是袂使因为这毋是言论自由的范围啊，伊这已经超过啊，所以才用法律规定讲你安尼颠倒是变做在迫害咱对家己的认同啊，所以请你转去，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处理，嘛无甲告啊，就是反正你就是你就出去啊，你若无认同者，你就出去，规气莫过来啊。毋过就是伊即马的状况是依照政府的命令，就是照这规定离开了，伊5天了后，佫会当佫转来5天了后，佫会当转来所以5天了谁会记你？我就讲，伊要佫偷走入来，咱嘛无咧较知影，这敢若是一个例啦。像我头前讲的，就是中国人出代志，看到一个后壁有100个
后壁遐要咱要安怎处理？这真就恐怖，对无？好啊，这吼我看一个，看一个。好啊，讲到遮吼，就是伊母遮大出啊，共时阵其实3月25、3月26、3月27即几工吼，接续就是发生足侪代志，尤其是3月25迄工，共时阵其实立法院内底嘛有一寡代志发生，吼啊，迄落第二工，应该就第二工，就是中国嘛有派战舰，嘛毋是战舰啦，就是讲因种假做是一般诶行船人诶船啊，伫假做是一般人诶船啊，渔船吼掠鱼诶，啊，毋过事实上因迄拢是叫做海上民兵啊，海上民兵吼啊，因拢是替政府在做一寡要甲咱诶。要甲咱的海巡探，吼，还是讲伊就是超过伊入来你的迄个界线，吼，咱你海顶有一个界线，伊就超过伊入超过迄个界线了，看你有啥物反应，啊，你的反应，伊拢会诚做伊变做是伊一个调查的资料啦，就是讲伊可能会报好，毋知是用啥物款方式去报倒去互因的。海防的军队，吼，甚至是直接互习近平看，我毋知啦吼。啊，所以伊即个老晋啊做即件代志，甲遮个代志舞甲足大吼，足大件代志。啊，像新闻，台湾全部的新闻拢咧报伊的物件，报伊发生啥物代，伊讲啥物话。啊，同时阵其他代志嘛在进行，所以咱即马对中国人伫台湾做的一寡代志，也是讲中国政府用军事演习，吼，对台湾吓惊也好，也是讲对国际放送啥物款的消息，就是咱拢爱同时拢爱去想着讲，哦，伊即马做这啊，同时阵咱社会内底发生啥物代志，立法院内底发生啥物代志，也是讲。伫迄个军事顶管吼，因有对咱做啥物行为吼啊？乌险学院就是因拢有咧对遮个代志做整理啦吼。同时阵发生啥物代志，因拢会做整理啊，拢会甲大家提醒吼啊。伊迄工26吼过灯工。5月25过灯工，伊就是有做即张图啦。伊就讲，伊若要发动战争的时阵，有3个行为啊。我判断其实基本上就是，即马是侦查第2项啊，无足明显啦。啊，另外2个是完全拢有嘛，法律战吼啊，即个第2项这叫做舆论战，就是讲伊去煽动咱的网络顶管的人，也是讲一般社会底的吼，就是社会上咧生活的人，无啥咧插政治的人，伊会去放送消息。啊，安怎放送？讲像 TVBS 啊、联合报啊，吼，即款的东松的，吼，即款的本身伊的背景就已经有互人掠包足侪摆迄种，甲中国吼尖仔字的。定定咧报中国新闻的，也是讲你看伊的新闻，你就知影伊的观点拢是足奇怪的，拢是较歪中国，伊拢会去报中国遐安怎去讲，吼，用中国政府的观点，也是讲用中国人的观点来批评台湾的新闻，就是即几个我讲的新闻，就是新闻媒体，咱若家己去看，吼，看久你会知影，就是因的观点拢。奇怪，嘿，啊，靠我中国遐，所以因就是透过遮个管道，即种手路吼，即种方式，在甲咱逐工咧甲咱洗脑，这就是舆论战吼。啊，看倒一款讲法是较赢，啊，当然因要爱就是甲咱牵去支持中国的看法，
中国的观点。啊，新政是啥？就是亲像，就是亲像即个头前这啦，囡仔人的影片，伊用即种亲情，囡仔人有耳无出来，讲囡仔人古水啊，伊讲的话毋免伤计较啊。啊，也是讲，就是伊迄工要互送离开的时阵，就是迄落，就是有一寡新闻嘛，我加 search，你看，我若是用 Facebook 敲吹，即个你看，今日佫有查到，讲伊是迄个乌龙岗对台统战部，真假啊？我毋知啊。当然，若准是安尼，咱就较好判断嘛，就伊一个看就知影啊，这就是在做这在做统战的。当然，若是安尼是较好判断啊，咱就较轻松啊。毋过事实上就无较轻松啊，系啊。你看，你若拍即张相片啦，就是，画面放较大，就是伊就利用即种亲情的方式，在甲你骗啊，真正就是甲你骗啊。伊咧讲遐的话的时阵，伊敢有感觉讲，就是台湾即个土地社会资源，甲我斗相共，甲我保护，甲我照顾，我莫讲即种话无嘛。嘿啊，伊就是真正要互赶出去的时阵，伊才会伫遐讲我甲我的家庭互拆分开，我安尼足可怜，我的囡仔足可怜的。对啊，就是这，你安尼是这叫做啥乌龙蛇道啦？嘿啊，乌龙蛇道啊，就是无影，你讲到有影有影的代志，有影的代志，你阁无要承认？嘿啊，乌龙蛇道嘛，对啊，即几工就开始有一寡像即个新东人电台啦、大纪元啊，你看真够，换一个人啊，系啊，就是伊可能伫落飞行机的时阵，伫飞行机顶管就换人啊，嘿，这我哋就是怎讲，就是咱在处理即件代志的时阵，咱就爱去思考讲，就是伊是表面，互掠包掠出来掠着啊，要处理伊，伊就甲即个代志舞互大。甲所有的媒体拢吸去伊遐，就是大家咧报伊的新闻。毋过后壁咧配合的，因咧做啥物代志？就是这心理战，法律战即个民意战，阁有心理战，有的人就是迄工伊开记者会时，就有咧分帖讲，伊哪会遮够操作这啊？就是伊本正就敢若是伫迄个 TikTok 顶管，就是讲上遐伊要讲遐的话。毋过互掠包了，政府要甲处理的时阵，伊就开始找组织，找一寡所谓的民团啦。民团就是像后壁即几个嘛，后壁即几个，阁有即个嘛，下骹即个，这叫做台湾家庭互助协会，尾手即个协会嘛，互掠包讲伊这甲迄个花莲迄个富坤市是一码子啦，事实上伊看起来表面上是咧照顾所谓过来台湾的国际家庭，事实上就是伊在替中国新妇做代志，要想办法甲遮的中国新妇，毋管是有带任务无带任务的，也是讲伊是调故意要找空胖，甲遮的中国新妇有带任务的，带来台湾内底，替因找着
安全的所在，因会当组织起来。啊，真正要战争进前，因先开始对台湾内底做统战。系啊，我毋知影，敢有人知影？啊，你知影？你敢会使讲？敢有敢讲？对无？吼，即几个团体啦，吼，啊，搁有即个台湾家庭合作协会，吼，这咱真正拢爱做势力啦。啊，搁有就是对台湾的这个挑衅，要安怎讲，就是一直要甲咱徛啦，吼，要甲咱徛，啊，搁甲咱呛声，啊，甲咱吓惊，吼，啊，即种行为就是一直拢足济啊。这个行为若久了，人民会无感觉，因为伊知影讲，逐工飞轮机就会飞啊，吼，像台南遐，逐工飞轮机就会飞啊，伊就感觉愈来愈感觉哦，这惯势啊，惯势了，伊就袂感觉讲，咱即马是真危险呢，吼，伊会麻痹啦，人的感觉会麻痹啦。战争状况的时阵嘛是会产生这种状况，因为人无法度长时间。伫迄款压力足大的环境内，伊一定爱需要逃亡，若无会起笑。迄个人的头脑咧保护家己有一个机制，就是伊规气都袂记。一个是伊规气都放袂记，伊就若像失智，我敢有安尼，就结戆戆安尼，这是一个保护机制。另外一种就是伊会起笑啦，伊会起笑就我都毋知，就无法度正常。嘿，要一直维持伫个正常的迄个状态，其实你需要有一个逃亡，有一个逃亡了，才个倒转来嘛是共款，面对这个压力，就是逐工拢共款。就是你若有熟悉迄个乌克兰遐个咧作战，咧甲罗西亚作战的军人，因一定有即种状况。中国即马就是未开战进前，就咧安尼甲你一直甲你逼甲你起笑，还是逼甲你放弃？你若放弃了，你就会去支持迄个和平协议。我袂啊啦，就未拍咧，咱莫拍，咱投降就好啊，投降就毋免阁承担这个压力啊，毋免遐尼痛苦啊。这就是其中一种反应。因要爱就是安尼，咱阁加上迄个咱立法院内底遮的笨手立委遐亲中的政客，因个人有个人的因端去要支持中国，来统治台湾。我毋知影伊个人是啥物利益，毋过伊迄目的，伊的迄个结果，就是要爱你投降。未开战，未真正开战，就要爱你投降。就是安尼，嘿啊。这嘿啊，即张图我是主要是想讲，即张图实在是，要安怎讲，就毋正样啦。嘿啊，什物大都政府官、中国新妇，是去食官庙公。即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去食官庙公，人是庙公本正是菜一间庙伫遐咧拜神拜佛。你去食是你互赶出去，你散香，你来到遮就是会当庙公互你一寡食的，有一个所在，迄庙埕内底可能一角，还是讲庙里有一个空间，互你会当毋免受风雨安尼糟蹋，互你会当上无有一个所在会当困，困较好势，搁有互你基本的物件食，袂巴肚枵。尾手你甲即个庙公赶出去，讲遮才是你的所在，你就住遮住甲舒适啊！这庙公你这无路用啦，你袂使住遮，你也无互我钱，你无遮的权利啥？这就是去食官庙公啊！所以原底是庙公，这个所在是庙公去的大庙，伫内底拜神做伊的代志。你来了后，煞甲迄个庙公赶出去，那会算会变做讲？而且伊特别写讲台独政府是安怎伊要写这？伊是要甲所谓台独这物件定义，就是讲
民进党你就是台独政府，还是讲任何伫公开主张讲你支持台独，还是讲你就是台独分子，还是讲你就是要做台湾人的人，就是伊就会讲你就是台独，吼，伊要甲即两个字变做是一个互人惊吓。你听到即两字就讲哦，你台独无好，你台独袂使。伊要伫台湾的社会内底制造主张台独的人，还是讲你互人打即个大纸哦，即个口啊，就是互人讲啊，你就是台独。即款人，互因变做是迄落变怎讲？伫台湾内底反战争支持中国，还是讲伊无要战争惊吓的人，去拍遮的所谓的互人定义做台独的人，都亲像228事件的时阵，228事件所谓迄落啥228处理委员会遐个头人。啥怎头一个就是拢互人杀死，就是因为遐个人无甲遐个要武乌西的中国人，还是讲遐个对中国人乌西的台湾人，无要甲因配合，因就是要甲代志做好，毋是要乌白母要乌西。遐个人拢互人打一个口啊，哦，打一个口啊，讲啊，你这就是228处理委员会，你就是无支持迄个单一政府。哦，无支持单一的命令统治，无支持中华民国，伊就安尼甲你打，就讲你就是安尼，所以遮个人，所以参与这228处理委员会人，恁遮个人拢是有可能是叛乱分子，所以军队若来的时阵，头起先甲你遮个人全部拢掠起来，全部拢杀死，若无就是甲你吓惊，你若个讲话，你若个参与啥物，你就嘿。伊即马就是在做即件代志，而且这毋是中国政府做，这是中国新妇哦。好，咱先莫讲伊的身份是啥物，咱就讲过来中国的新妇，伊甲伊的囡仔安尼教，伊出来主张的时阵，用即种话去讲台独，讲台湾人是去食，讲台湾人的政府是去食，系啊。事实上，咱是袂讲呢，这个土地本来是咱的啊。讲即种乌龙蛇道的话，你就看伊即个舆论战、心理战，伊是偌尔啊熬咧算即种手路，就是有人咧质疑啦，就讲，伊是啥物人，哪有法度？就是算即种手路会当算甲遮尔紧，就是变足紧的，足够变巧的，系啊，就是你安尼看就知影讲对呢，就是真正是有较含哦。另外几个就无像伊遐尼搞安尼算即种手路，若无因可能即马就早就咧开啥物记者会，无呢。都敢若伊哦，另外两个即马拢结点点，系啊，阁有人阁进一步去问一个问题啦，讲遮个中国新妇所谓咱讲统战中国新妇，做统战的中国新妇，因的翁婿哪会拢结点点，拢点点毋敢讲话，因的翁婿敢拢是共一人，就是讲因的翁婿拢走去倒位啊？因翁婿拢是啥物款人？哪会互因某伫敢互因某伫台湾母甲遐大出？系啊，到底敢是真呢？有迄种假结婚呢？为着要摕到台湾身份证的，后壁伊个会当带因中国迄边的家族规个家族拢来台湾，伊叫做我亲情啦。我亲戚是讲，就是来遮甲因做伙大，系啊，这拢是食台湾的社会资源啊。因要伫台湾内底，因有迄个身份，所以伊要伫台湾讲啥物话，做啥伊嘛会当开 TikTok 啊，对无？台湾即摆小红书甲迄个 TikTok 嘛无咧禁嘛，伊嘛会当用啊，嘛会当伫顶管讲遮个话啊。莫互掠包，莫互脏着，莫互检举就好啊。对啊，
这实在是这问题真严重嘞吼。系啊，好啊，头前遮的代志就是先甲即个过程啦吼，啊，我找到一寡资料，就是甲大家分享一下，互大家会当想一下啦。啊，当然你观点无一定爱甲我共款啦。基本上我对中国人即马是 zero trust， 就是毋管你是倒一省的、香港的、深圳的，吼，基本上我 zero trust。我袂信任你就是无要做啥物歹代志，吼啊！当然就是有一寡朋友，就是我认为是安尼啊。你来到台湾了后，你互人知影讲你足坚持，你无要讲中国话啊，你嘛无要配合中国做任何的代志，安尼我会互你50%的信任啦。啊，另外50%呢，基本上因为你是中国人，所以为中国遐来，所以我随时对你嘛是有一个保持一个警戒。因为我毋知影讲开战若战落了，我毋知影你敢会为我后壁插一刀，哦，我毋知影你敢会扭台湾后骹，我毋知，我无得确定，迄是你头壳内底的代志，我无法度看到内底去，所以基本上我对中国人即马是安尼啊，这互大家参考啦。咱其实咱早都已经爱准备咱心内底迄个界线，迄个基本的境界，咱早都已经爱有啊。嘿，啊，只是讲政府一直拢无做，进前一直拢无做。啊，即马豆豆开始做啊，所以爱甲鼓励啦。啊，毋过咱会当先为家己开始做啦，嘿啊，为咱家己身躯边的人开始提醒啊，开始分享遮的消息。